劲儿还真大，这给我干哪儿了？还是国内吗？有人？那个，我说我是来串门的，你们信吗？姐，最近大厦里太邪门了，保洁阿姨半夜看到白影飘来飘去，还听到女人的哭声。3楼的办公室明明没人，电脑却自己开机，文件乱飞，连监控都拍不到异常。你说这些是不是冷家搞的鬼？冷家向来跟那些江湖术士走得近，再加上他们盯上青城大厦这块风水宝地不是1天2天了，除了他们不会有别人。这帮王八蛋用如此恶毒的手段，我绝饶不了他们。现在我们的资金全部投进了大厦，如果还没有解决办法，一旦那些购房客户要求退钱，就麻烦了。那个神秘的驱邪世家安家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打听到了，姐。这周6，安家家主的孙女安然将在盛海大酒店举办生日宴。太好了，只要安家愿意出手，这些怪事一定迎刃而解。我们马上去准备礼物，记住要备重礼。姐，你的身材越来越完美了，不知道将来哪个男人能有这种福气。男人都是腿的动物，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就行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来干什么？在下天华山小天师秦风是来求穆青城总裁宽限地租的。宽限地租？你就是这么求的？误会，你看，我师傅特意让我带来的跑山鸡，拿高压锅炖了吃，对身体好。色狼！姐，先别打，我先问他几句话。那个秦风，青城大厦是戒备森严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啊，是被我师傅一脚从天华山踹过来的。够了，你撒谎都不会撒，你师傅一脚踹过来，怎么？他是神仙不成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师傅那可是天华山掌门1代得道天师，而我便是他的唯一传人，天下第2天师秦风。你会是天师？罗盘定穴变风水，符箓镇邪驱阴魂，引3清灵光，收千年怨灵，信手拈来不在话下。你这家伙也太能吹了吧！驱邪家族安家传承1000年都不敢自称天师，你怎么敢这样胡说八道？安家没听过，不过他们肯定没我厉害，不是连跟我提鞋都不配。放肆！还敢侮辱安家！我看你分明就是一直隐藏在大厦里图谋不轨的。冤枉啊！不承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给我上！我这3清护体术不错吧？姐，我们的保安可全部是退役的特种兵，寻常几十人都近不了身，怎么连他一脚都没碰到就被打倒了？难道他真是什么天师？现在信了，凡俗之辈，胆敢冒犯天师，死罪1条。今日留你们一命，再有下次，定叫你们闭嘴！说冷家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来这里耀武扬威？冷家不认识。再说了，你认为区区世俗的家族能请得起我这个天师？我来是找你宽限当租的。对了，我师父还说你最近会有一劫，邪气缠身，轻者伤财，重者失身。哦，不对，丧命。你在咒我？真不是咒，我师父算无事漏，说你有劫那一定有劫。比如说刚刚要是让一个色魔看到你的身材，指不定就扑上去了，多危险。也就是我坐怀不乱，虽然你身材凹凸有致，堪称完美。你给我住口！这女人长得还真是动人心魄，可惜了，再见。狙击手。哦，这家伙光天化日耍流氓！放开我！还来，天师引无诀。
臭流氓！别冲动。其实刚刚有杀手要杀你，我是在救你啊！杀你个鬼！你个死变态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滚可以，但是那个地租……你不是说自己是什么天师吗？怎么堂堂天师还差这点钱？一言难尽啊！要不是祖师爷有令，我堂堂天师岂能为五斗米折腰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不让你白宽限，今后你有任何问题，只管找我。我不需要滚！难怪容易动怒，原来是腹中有气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肯定月经不调吧？我可以帮你免费调理。死变态，别碰我！那你可错失治病的好机会喽。宽限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100万敌租不够。什么意思？还有利息？樱木会议桌售价500万元，雕花珍宝柜1000万元，清朝贵妃以1400万元。现在你差我3000万。3000万？那个我能打工抵账吗？打工抵账，好啊！公司平均工资标准10万元，微微准备合同。什么？那我岂不是得不吃不喝的干300年才能还完？你不是说自己是天师吗？300年又算什么呀？不是我，废什么话！马上签合同，要是还不了，我就炸平天华山！这哪是合同啊，分明是卖身契啊！想我堂堂天师之尊，仗阴阳握乾坤射万邪，怎么就混到如此地步了？什么？军影竟然失败了？他不是暗网号称第1名的杀手吗？怎么连个穆青城都处理不了？冷少，军影说这胡说八道，看他分明就是吹嘘的。喂，您放心，安小姐宴会上，我一定拿到楼盘，不耽误您的计划。穆青城该给你来个了断了，这楼盘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修炼完毕，该去上班了。哟呵，山下竟然还有人会引灵气炼术净化阴晦，虽只是最粗简的驱邪法门，灵气驳杂，倒也难得可贵了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偷窥我安家驱邪秘术，找死！去！上来直接动手，什么鬼？小心！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想救你。臭流氓！我要杀了你！住手！爷爷，这个臭流氓亲我，还摸我，我必须教训教训他！够了！安家驱邪之术是用来镇邪卫道，不是欺压弱小的。老夫安家安海，管教孙女不严，小伙子不要介意。没事，我也没吃亏。马上道歉！想让我道歉，那就必须得比我强，打赢我！胡闹！你将安家驱邪术炼至大成，在年轻一辈里无人能及。这小伙子一个普通人，能在你剑下活下来吗？好了好了，我没空听你们在这扯，我还得上班呢。不行，你夺了我的初吻，还害得我被爷爷骂，我必须教训教训你！教训我？我没这个闲心，让开！缩头乌龟，胆小鬼，不能走！我真是把你惯坏了！爷爷无论你说什么，我必须要教训他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接受我的挑战。你还真是欠收拾，要比对吧？输了可别哭鼻子。小伙子不可冲动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是不是？总要比过不是吗？来吧，安家镇邪诀，虚会破碎。虚会破碎可不是一个动手。镇阴邪，清晦煞，落雨定阴阳。凡物复灵可撼山，你是天师，这可是玄门正宗才有的手段。天师在上，请收安海为徒。不是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快起来！不，高人有所不知，我安家历代苦修，穷尽数代人心血，只为叩问这天师大道，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。今日得见高人亲展此等手段，老朽纵是饥渴甚死，也无憾了。什么死不死的，区阴晦煞气入体而已，我随手便能拔除。什么？我还有救？当然了，不过我这次下山匆忙，没带东西。你去准备1株阴阳并半莲，3颗当归草，1颗茯苓草，外加至清的精血一滴，磨成粉放在一起便好，仅此而已。那当然，准备好了，派人去青城大厦就行。我在那里打工。青城大厦打工？对，不好，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
不然这婆娘说不定还要给我涨利息呢。没想到如此高人，竟然愿意屈身于小小的青城大厦打工。爷爷，您体内的凶煞缠了您几十年，很多神医都没有办法，他真的能除掉？丫头，你境界还低，根本看不出他的道行有多强大。记住，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成为他的女人。姐，购房人和那些合作商又来闹了，说是今天不给他们个交代，就砸了我们公司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今天的生日宴会上了。无论如何，今天必须请到安家帮忙。备车，楼下合作商和保安发生冲突了，你去处理一下。可是姐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冷家也会参加安家的生日宴，他们到时候一定会给你使绊子。两位美女，早啊！我来上班了，准备给我安排个什么职位呢？来的正好，你跟我出去一趟，事情办成以后，我给你10倍工资。10倍工资？你想做什么？混蛋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想让你陪我去参加安家大小姐的生日宴会，顺便保护我的安全。就这么简单？吓我一跳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，有我秦风在，保你的安全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哇，好多好吃的！死鬼投胎！穆倾城，怎么想来生日宴上巴结安家？你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也配跟本少比？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是本少请你出去，还是你自己出去？今天可是安家举办的生日宴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过分？本少就过分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本少就是现场把你玩了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谁？是谁他妈这么不开眼？喂，离我金主爸爸远一点。你是谁？天华山小天师秦风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正在青城大厦打工。原来是一个山上下来的土包子，你一个打工的废物，也敢在这种场面出头，不怕丢掉你这条贱命吗？嘴巴好臭，一看你就是肝火旺盛，肠道堵塞，而且你煞气缠身，平时没少接触江湖邪术吧？要不要我帮你驱除？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土包子，你他妈找死！穆倾城花多钱雇的这么个傻子，敢对冷少这么说话？冷少的手段狠辣，可是全江州出了名的。这小子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够了，冷豪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穆倾城，我是在免费帮你调笑你的狗啊！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还说我过分？你，让你别乱说话，这下让人收拾了吧？收拾？不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赚钱还债机会啊！冷豪是吧？你应该很有钱吧？哼，还行吧，够买你这条贱命几万回的。哇，这么有钱，好啊！刚才那一瓶子，给我500万，我饶你不死，如何？饶我不死？哈哈哈！你知道上一次那个跟我谈死的人什么下场？挨了一瓶子还不长记性，还敢要钱？我看这冷少还是打轻了，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。上次一个富二代被冷少打断双腿，他那个有钱的爸却还在冷少门前跪了也赔了2亿呢。秦风，你给我住口！小心被人打死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赚钱还债的好机会呢。我可不想给你打300年工。冷少，500万，
买你一条命，这价格公道吧？买我的命，哈哈，还真是一条大言不惭的蠢狗。我冷豪纵横江州，还没人敢扬言要我的命。冷豪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他毕竟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，好啊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，让他跪下把玻璃碎渣给我舔干净，我就放过他。老板，你别耽误我赚钱啊！喂，500万，你到底给不给？500万，给。不过我还想让你多赚点。1000万了，继续。2000万了，还要继续吗？3000万，够还债了。支票还是现金？你这狗脑袋还真硬啊！要钱，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，蠢货！你他妈值3000万吗？这么说，你耍我？本少就是耍你这条蠢狗，你能把本少怎么样？早知道你是这个样子，我就不该把你带来。这下挨了打，还让人羞辱，何必呢？真是什么老板，什么下属，全都是蠢。祖师爷遗训，若是讲不通道义，便当以天师之法镇之。凡虚言欺心、邪祟乱道者，可斩可诛。狗包子，你他妈有种，就对我动手啊！还有这种要求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这可是安家的宴会，杀了冷豪，事情就麻烦了。慢着，秦风，你别冲动，快放开他！老板，此人心术不正，不可轻饶。这是命令，不然扣工资。老板，你这人就是顾虑太多。小子，我可以放开你，不过3000万，今天你必须得给。在江州，你是第一个敢对我这么猖狂的人，我发誓，也是最后一个。叫人。秦风，你做事简直太冲动了，这下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收场简单啊，跟他们讲道理讲不通，那我就只能跟他们探讨探讨拳脚了。这里可是安家，不是你们山上任由你胡闹。有区别吗？惹了我，别说在安家，就是阎王殿，我也敢闯上一闯。你真是要气死我！这小子竟然还敢侮辱安家，这穆青城完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安家意味着什么？我怎么把你这个什么也不懂的笨蛋给带来了？今天你们谁也走不掉，给我废了这个蠢货！这下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老板，那我就收给你看，记得我的10倍工资哦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工资？冷豪的保镖可不是我那些保安可以比的。对我来说，没区别，都是一群沾了邪秽的臭鱼烂虾。喂，现在给我3000万，还来得及哦。怪不得这么猖狂，原来是有点手段在身。不过你以为凭这个就能跟我猖狂？要钱，你有命花吗？请追云道人来一趟。道长，冷少就在里面。又能光明正大练生魂了。这追云道人本来是留着对付你和你的青城大厦的，这下先让他尝尝是什么滋味。追云道人，这可是江州最阴毒的邪修术士啊，专靠练生魂养邪圣提升修为。冷少怎么把这个煞神请来了？听说他出手从无活口，被他盯上的人不仅会死，神魂还会被他炼入邪气。这下害怕了吧？我连怨龙都不怕，会怕这么个旁门左调的邪修少士？老板，一会儿让你看看正统天师收拾邪祟的手段。住口！今天的事我穆情人认栽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？现在谈条件，晚了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秦风，你真是我的克星啊！道长，就是他，给我废了他！事成之后，我给你建10座追云道观，供你修行。多谢冷少，小子，我还得感谢你呀。你可以选择一种死法。等等，冷豪，你不是一直想卖我的大厦吗？我卖给你，今天的事翻篇如何？晚了，这大厦我要
这小子我也要杀！道长还愣着干什么？既然冷少发话了，那我便抽你生魂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追云道长是吧？身上血腥未愈，生魂怨气冲天，你手上沾了多少无辜性命？刚才才炼化2个忤逆冷少的杂碎，你便是第3个。现在有杀你这个败类的理由了。只是我堂堂天师，竟要亲手镇杀你这等低等邪修，着实有辱师门。够了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你不能逞能死啊！再这样下去，谁也保不住你。道长，他年少无知，不懂玄门规矩，还请高抬贵手。这里是3000万，全当赔罪。纯阴之体，绝佳顶路，钱我不要，人跟我走，如何？我堂堂天师赚个3000万需要300年，你这种邪修败类竟然如此不珍惜，真是不公平啊！哼，天师，道长，别再跟这个无所畏惧的蠢货废话了，弄死他！道长，这里毕竟是安家的地盘，您这样杀人可不太好。威胁我？你去打听打听。我追云与安家管家与安爷的交情，让开，否则连你一起炼化成阴煞。老板，今日我必镇杀此寮，清理玄门败类，祖师爷来了也拦不住。你死到临头你还这么嘴硬，现在我也保不住你了，你满意了？不，不是我死到临头，而是他。大言不惭，给我去死！怎么会这样？你这点旁门左道的伎俩，还不如我3岁练手的玩意。太虚碎心咒。这不可能！道长竟然在这个土包子面前如此不堪一击！这家伙，难道他真是天师？这也太扯了吧！冷少，救我！你这残害生魂、修炼邪术的败类，也知道惧怕，自己选一条路，是自己来，还是被我彻底净化了？不说，那我就帮你选择一种死法。等等！今天算我冷豪栽了，我给你3000万，不5000万，饶追云道长一命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此等祸乱世间的邪修，必遭天谴，多少钱都换不回他的罪孽。慢着，你可是道士，能随意杀人，不怕犯了你们的戒律吗？哼，儒以仁济世，佛以善度化。我天华山天师奉3清法旨，斩妖邪，护苍生，清玄门败类，此乃替天行道，何戒之有？你敢！你真以为打败追云道长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吗？不要忘了，今天的宴会是安家的宴会。清风，不能杀他，安家我们受不起。老板，你这个人就是顾忌太多，与其委屈自己迁就恶徒，不如持正道荡平妖邪。像你这样活着太累了。你还真是狂到无所顾忌！去，请安管家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当着安家人面，你还敢不敢这么猖狂？安管家，这下你算是把天都捅破了，谁也保不住你了。去！既然都捅破了，那我不介意让他破的再厉害点。现在该算你暗中勾结邪修、布煞害人的账。你还敢杀我？安家不会放过你的！清风，不可！斩邪修是卫道，惩恶人是走心。对这等助纣为虐、草菅人命之辈，我向来不会手软。放肆！在我安家杀我安家的客人！我安某纵横江州数10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狂徒拿下！安管家，这个山上下来的土包子，不仅杀了追云道长，
还侮辱安家！安管家，误会，我们是来参加安然小姐生日宴的。穆总参加生日宴的方式还真是特别呀。穆总，你可知今日的事会是什么后果？喂，人是我杀的，有什么冲我来？至于后果，随你们，我接着便是。接？你拿什么接？你能承受得住我安家的怒火吗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10倍还之。别说安家，就是天王老子也一样。很好。天哪，我怎么会蠢到把这个家伙带来？小子，你很好。我好不好就不用你来评价了。老板，吃饱了，我们走吧。这家伙活这么大，真是个奇迹啊！还想走？你觉得你能走出去吗？安管家，我们住口！等收拾了他，我再跟穆总好好算账。你确定不让我走？一会儿你会后悔的哦。穆倾城，这土包子绝对是老天爷派来灭你的。这下我看谁能保你！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大言不惭，跪下受死！跪下？这世上还没人配我跪下，倒是你，是非不分，偏袒恶徒，该跪！给我把这个混账就地正法！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天哪，我好像知道这家伙为什么能活这么大了，太能打了。只是这里是安家啊，能打又有什么用呢？老板，帅不帅？这家伙打是能打，就是脑子有点不好使。安管家是吧？现在没意见了吧？没意见我就带我老板走喽。原来这就是你狂的资本，只是你的资本对我安家来说不值一提。就是这种说辞，你们不累我都替你们累。这样，直接把你们的安家主子叫出来，让我看看他的斤两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扣你工资。扣工资？不是吧？我这表现不发奖金就算了，你竟然要扣我工资！活该！都是你，还有你，害得我被老板扣工资。你们成功惹怒了我。老板，扣多少？今天全扣。1个月3000，那我今天就是100块，全没了。我现在很生气，非常精神绝对有问题。对安家的怒火可以无动于衷，但为了100块钱竟然这么生气。于此大儒，小子，你是在侮辱我对吗？我要你死！哟呵，又是个懂术法的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跪！可惜就是腿太软了。你看看你，走个路都能跪下，就这还要我死？小子，是你搞的鬼！我绝不放过你！安管家，这句话我听得头都大了，能不能有点心意？100块，给我。你做梦！不给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这巴掌是因为你害得我被扣工资的惩罚。抽安管家巴掌，这小子这下真把天捅破了。今天的事儿没法收尾了。我现在很好奇，一会儿安家的正主出来，这小子还敢不敢这么狂？老天爷保佑我，平安走出安家。你为什么还打我？这一巴掌是因为你看看你把我老板吓的，马上给我老板道歉。老板别怕，一切有我在。其实我就是被你这个混蛋吓的，明白吗？叫人！叫人！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爷爷，您体内的阴煞又加重了，压力已经派人去帝都请了神医范思哲，一定能为您药到病除。范思哲医术高超，但我阴煞盘踞丹田，怕是他也做不到啊。那怎么办？难道这天下就真的没人能治好您的阴煞之苦吗？我这并非凡人能治，除非上次那个天师亲自出手。那个色狼，可是我打听了爷爷，那家伙就只是个保安啊，您确定他能治好？若是连这点眼光都没，那爷爷才真是老糊涂了。好吧，那我马上去请他。若是他真能治好爷爷，那我就原谅他上次。你这丫头。不好了，老爷、小姐，我们宴会上来了个狂徒，不仅杀了追云道长，还打了安管家。
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还有人敢在我安家闹事！是我安家这些年太低调了吗？走，带我过去看看是谁这么不知天高地厚。是。等等，追云道长本就修炼邪术，死不足惜。阿福性子急躁，容易被人挑唆，他的话未必全是真的。然而，你过去以后，务必探查清楚事情缘由，再做抉择，莫要冲动坏了大事。放心吧，爷爷，若是真有人欺我安家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土包子，你别猖狂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收场。我说了，直接把你们家主喊来跟我打一场完事儿。这一个个的，你们不累我都累啊。秦风，要不我们趁他们还没来，赶紧走吧。走？不把事情解决，你不怕报复？可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？像你这样，只会把事情越搞越大，最后收不了场。老板，放心吧，我可是很负责的，一定不让你难做。去旁边乖乖坐着。怎么还没来？等得我都饿了。去，让你的人给我送点吃的来。你什么你？听不懂人话？等等，来人，给他拿点吃的。别的不说，这小子的心态是我见过最好的。心态好，我看是傻。吃吧，以后怕就没饭吃了。吃饱了吗？安小姐，这下完了。小子，这下看你怎么死。天哪，竟然是安小姐亲自前来，这下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还敢不敢这么横。小姐，救我！还跪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起来，不嫌丢人啊？小姐，我起不来呀。吃着我安家的饭，还得让我安家的管家跪在你面前，你未免太不把我安家放在眼里了吧？等等，等我吃完这点饭。安小姐，对不起。现在道歉还有用吗？安小姐，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这个穆倾城，这个猖狂的土包子就是他的人。不错，我看这小子的行为就是穆倾城指使的。穆倾城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让你说话了吗？害得我都吃撑了。去，叫人给我弄点水。小姐，混蛋，我杀了你！混蛋，放开我！原来是这家伙，难怪这么猖狂。是他？难道那老头就是安家家主？还真是巧啊！放开小姐！放开小姐！渴了，去给我倒杯水。也起来吧。小姐，这土包子不仅目中无人，还色胆包天，绝不能饶了他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他拿下！住手！去给他倒水。小姐，这需要我再说第二遍吗？那个，你爷爷还活着没？放肆！你还敢诅咒安家家主？小姐，此人胆大包天，侮辱家主，请你马上将他拿下！大小姐，此人……你是在教我做事？我不敢。你也一样。吃了，也喝了，还有什么要求吗？那个，我老板还饿着呢，去给我老板准备一桌饭菜。安小姐，他没听到？安小姐，这人可是侮辱您安家呀！您怎么能如此对他？你是在教我做事？我不敢。谁把你带来宴会的？小姐，这是冷家冷少，他跟我安家有一些业务往来，所以我就把他……傅伯，安家跟他的业务全部取消。另外，他的长相让我非常讨厌。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给我拖出去打，朝脸打！安管家，让人去跟穆小姐准备饭菜。是。
你认识安然小姐？算是吧，我曾经在山上抱过她，亲过她。什么？这个该死的混蛋乱说什么呢？哼！要是你治不好爷爷的病，我新仇旧恨跟你一起算。你真的跟安小姐是恋爱关系？确切的说，是她追我，我没看上。没办法，这女人太肤浅了，才见了2面就被我迷得不要不要的。穆小姐，一会儿我可以向你借秦风先生用几天吗？您随意，放心，他跟我签了300年打工合同，你想用多久都可以。原来安家的大小姐好这个。不是，你这就把我卖了？你是啥老板啊？谢谢，以后穆小姐就是我安家的朋友。谢谢安小姐，谢谢。秦风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好好伺候安小姐，一定要把安小姐服务满意，知道吗？不然我扣你工资。服务？不是，你想哪儿去了？穆小姐请随意，我先带秦风走了。这也太猴急了吧？难道这家伙真有什么过人之处？范神医，我爷爷怎么样？老夫诊遍全身，只觉老爷子体内寒气赤骨，经脉僵硬如冰，却查不出任何伤病根源。老夫无能为力呀。范神医，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了吗？除非请我师父药王出山，用鬼骨针为老爷子续命，但那也仅能持续3月。况且我师父性格古怪，想要请他出山难啊。我去求药王。求什么求？你们还真信他的？你是什么人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天华山小天师秦风。哼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敢自称天师？不过是些招摇劝骗的江湖骗子吧？小然，你从哪里带回来的这种人？你别胡说了，范神医可是药王的徒弟，药界的权威，也是你能诋毁的。这年头，什么狗屁神医药王的话最不能信。有我在，保你爷爷啥事儿没有。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诋毁范神医？哼，哗众取宠的废物，真当我们安家人脾气好？你别乱说了，马上向范神医道歉。道啥歉？他又没救活老爷子，还什么药王、鬼骨针，续命3个月，真是笑话！庶子无礼！安家的待客道，在下算是见识了，告辞。该走的是你这个废物！我们安家不欢迎你，是吗？可是我真的有办法救活老爷子，不欢迎我，那我就走喽。滚出去！等等，你不能走。其实他是爷爷交代的。小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相信他？爷爷亲口说，世上只有他能治爷爷的病，这怎么可能？哦，安老爷子竟然如此笃定，这下还真是勾起了老夫的好奇心。我范思德纵横医界几十载，还从未被人如此轻视。小子，如果你真能治好安老爷子，我范思德就拜你为师；如果救不活，就让你付出代价。拜师就不用了，你也不配。你上次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。等等，这黑漆糊涂是什么？小然，你还真相信他？本来请药王出山还能续命3月，万一吃了这个东西，老爷子直接一命呜呼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要是治不好老爷子，我的命给你们。废物，老子要你的命！等等，鬼幽18针，鬼幽18针。范神医，什么是鬼幽18针？这针能治好老爷子吗？鬼幽18针乃是天人手法，非天人之资不能习得。这手法比我师父的鬼骨针强过1000倍不止，片刻便可治好老爷子。片刻？可老爷子怎么还没反应？范神医，你不会看走眼了吧？这老家伙不仅是阴煞入体，在他丹田深处还藏着一只阴煞所化的邪虫，一直在啃噬他的神魂。治不好就治不好，何苦找这里？我看你分明就是个半吊子。住口！双目无神，气色惨白，的确是阴煞邪虫入体之象。老夫眼拙了，多亏先生在，否则我这一生英名真的要毁于一旦了。那你还有办法治好爷爷吗？当然有，不过治好了你爷爷，你计划怎么报答我？色狼不可能！你想什么呢？报酬？只要你治好爷爷，我安家的资产和宝贝任你挑选。
您的血，竟然是……不该说的别说。师父在上，受徒儿3拜。行了，拜师就不用了，以后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。多谢，多谢先生。这家伙还真跟爷爷说的一样，他到底该是何等存在啊！你可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不会给你免报酬哦。姐妹没发现，其实这家伙看起来还挺帅。老爷子请了。爷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舒服过。我感觉我活个100岁没什么问题。100岁，老头，你可是喝了我一滴精血，只为了活100岁，要求太低了吧？爷爷，是秦风救了你。多谢天师再造之恩。这也是你的造化。那个，我治病的报酬。福伯，准备1张1亿支票给他。1个亿，太好了，老头，你的命挺值钱啊！真是我孟老了，胡闹！高人怎么会在乎这等俗物？我们得准备点不一样的礼物。有多不一样？值钱吗？天下独一份儿，独一份儿。那怎么说？这价值一定价值连城。高人，您先下去休息，礼物一会儿就到。爷爷，您计划给他准备什么礼物？然而，决定我安家未来命运的契机，就看你的了。看我。老头子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神神叨叨的，难不成是藏了什么稀世珍宝？高人莫急，重礼就在这卧室里面，成色绝对顶尖，天下独一份。您亲自进去拿，保证不会让您失望。重礼，哈哈，老头，你还挺会整活，还搞神秘这套。希望高人能看上然儿，我安家的未来可就全靠这一步了。奇怪，重礼呢？这老头子不会在逗我玩吧？重礼就是我。来啊！什么？我是你的了。还是把那个1亿支票给我吧。为什么？我不够漂亮吗？还是说我配不上你？漂亮，你特别漂亮。只是我一个欠了3000万高利贷的人，哪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温柔啊？还债才是头等大事。只是什么？难道你哪方面不行？怎么可能？只是，安小姐，要不你还是把那1个亿的支票给我吧。怎么，在你眼里，我还不如一张支票？不是，只是我现在更需要钱一些。你知道这个世上有多少男人想得到我吗？说实话，我也想啊，只是我得到了你，那我就不好要钱还债了。不行，快忍不住了，我得先走。那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秦风，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忙活了一整天，又是打架又是治病的，结果1分钱没捞着。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赚够3000万啊？重金求子，美艳富婆寻健康男士辅助，成功受孕酬谢3000万，3000万，这样就可以还清他的债了。这位女施主真是菩萨心肠，助人为乐还给钱，我秦风定当全力以赴。不是吧，姐？这家伙竟然在安家打遍全场，最后还被安然小姐请去干那个事儿。是啊，
没想到安然小姐竟然喜欢这种类型的。其实也能理解，秦风虽然无赖了一点，但其实他还蛮帅的呀。帅能当饭吃啊！不过也多亏了这家伙，才能跟安家交上朋友呢。有了安家的帮助，相信我们的合作商肯定供不应求了。姐，说曹操到，一定是合作商来了，快请进。是你？你不是在安家吗？你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一言难尽啊！不是吧？是你贴的广告？什么广告？你在说什么？哼，还装？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你说说你，长得也不差，还有钱，虽然脾气不好，但也不至于做出这种选择。什么选择？哎，女人还是脸皮薄啊。这样吧，我主动一点，看看我，相貌端正，眉清目秀，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老板，其实找那些外人真不如找我，毕竟我俩也认识这么久了，不是吗？赶紧说重点，不然扣工资。我说，当然是帮你生孩子呀！你放心，我一定加倍努力，保准你生个又聪明又漂亮、身体倍儿棒的小宝宝。这家伙简直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敢光天化日调戏我！还有，你看看你打的广告，为什么照片不用你真人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前面我们为了招商做大量的广告，肯定是那些广告公司干的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走，我们去生孩子。马上给我滚，死变态！啊，又不生了？还是没看上我？我可是拒绝了安家大小姐的男人啊！其实我真觉得我们是最合适的，况且我上次都把你看光了，我对你不排斥，这样生孩子的过程也会很美妙。你给我滚！到底怎么回事？秦风，我姐根本没有那种需求，那些广告公司搞错了。广告公司搞错？祖师爷啊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死变态！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穆倾城现在跟安家取得了联系？是啊，都是因为那个叫秦风的土包子。秦风，我不管他是谁，这不是你失败的理由。是，风水煞局是你唯一的机会，如果失败，我大东夷可不养废物。大人，我明白，这次我一定让穆倾城把倾城大厦乖乖交出来。鬼黑气，好多黑气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我去换岗的时候，发现昨晚几个值班的兄弟全部都晕倒了，等他们醒来就成了这样了。而且昨晚很多人都听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。该死，一定是冷豪那个混蛋干的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姐，这就是上次联系的那个风水大师。穆总放心，倾城大厦的阴煞局贫道早已研究多日，此乃普通的聚阴煞局，贫道只需以浮尘引阳气铃铛镇阴邪，不出半刻便可彻底破解。有劳了，事成以后5000万酬金一分不少。多谢穆总。不是，就姐个这种小儿科的玩意儿，你给5000万，你也太大方了吧？干脆你给我吧，3000万就行。这位是同行？谁跟你这个骗子是同行？我乃天华山小天师秦风，专镇世间阴邪，破天下煞局。你这点装神弄鬼的伎俩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切！天华山没听过，贫道可是堂堂三清观的第28代掌门，座下弟子数千，敢问天华山有多少人啊？我要是想收弟子，别说几千。行了，秦风，别在这瞎吹了，这风水局可不是打架厉害就能破的。大师，有劳了。老板，你放着我这个正统天师不用，偏偏相信这个江湖骗子。这风水局，我5岁练手的时候就会破，比他这装模作样的样子强100倍。哼！你不吹牛能死啊！行了，不要打扰大师施法。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破阵。哟，师伯，大师怎么样？不是跟普通的聚阴煞局，此局怨气极重，还掺杂着千年阴邪煞气，扎根极深，绝非凡人能解啊！贫道的术法根本压制不住这股阴邪之气。大师，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我愿意再给您加2000万。这煞气之重，我从业30年从未见过。穆总，你还是另想办法吧。他就是个江湖骗子，要不让我来？你相信我，给我5分钟，我一定能。行了，我说你不行就是不行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一边待着去。不是，我真的可以。这是风水煞局，不是街头打架，你瞎掺和什么？别到时候越帮越忙，让煞气反噬，我们都得死在这里。姐，要不就让他试试吧，说不定他真可以呢。是什么事？他一个山上下来的不懂事儿，
你也不懂事啊！刚才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安然小姐通了电话，安家世代沿袭驱邪之术，只要他们出手，一定能破解煞气。谁来也没用。刚刚那个风水大师有一句话说的对，那就是此阵凡人不可解。那可不一定哦，安小姐，你总算来了。我缠上你了，这期你休想逃掉。唉，长得太帅也是一种烦恼。别迷恋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安小姐，有劳了。哼，别白费劲儿了，就凭你手下这几个货，解不了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能不能别在这添乱？秦风，我承认你在拳脚功夫和医术上可能造诣不浅，但在化解阴煞局、驱邪镇煞上，你可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哟。这可是我们安家的独门驱邪秘术，破解这种小小风水局不在话下。安小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也就只会打打杀杀，这种事儿他根本一窍不通。快让开，别耽误高人们出手。我耽误他们，等会儿他们搞不定，煞气反噬。老板，你可别求我。你想得美！安小姐，有劳了，动手。太好了，安小姐，实在太感谢你了。小事一桩，不必客气。我说过，我们安家的驱邪秘术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你们管这个叫解煞，简直是舍本逐末，治标害本。以凡俗灵气硬压阴邪煞气，未破其根，反养其势。这般操作只会让煞气反噬，待会儿爆发起来，可比现在凶险数倍。你这家伙是不是见不得我好？风水煞局明明已解，你还在这胡说八道！秦风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老板，我是怕你被眼前的假象骗了，到时候煞气爆发，你哭都来不及。不可理喻，你就是个土包子，除了会胡说八道，什么都不会，赶紧给我闭嘴！是啊，秦风，你不懂就别乱说话，这可是我们安家的独门秘术，这小小风水煞局自可迎刃而解。哎，你们还真是迷之自信。既然不信，那你们就看好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还真是个乌鸦嘴。安小姐，煞气比之前更凶了，高手们都被伤成这样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这煞气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凶硬？刚才明明已经压制住了。小姐，这煞气不对劲儿，里面有千年怨魂，我们的灵气根本压制不住，他在吞噬我们的灵气。不好，煞气越来越浓了，再待在这里，我们都会被煞气侵蚀，最后神魂俱灭。快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完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安小姐，真的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跟着我走，金钱剑能暂时挡住煞气，我们趁机冲出去。哟呵，看不出来安家还有这种能引阳镇邪的宝贝，倒是比你手下那几手半吊子驱邪术靠谱点。别废话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赶紧跟我们走。不过说真的，这金钱剑虽能挡一时煞气，却破不了千年怨魂的遗气，撑不了多久。嘿，你能不能闭上打你的乌鸦嘴？安小姐现在怎么办？金钱剑也没用了。我安家的金钱剑是祖传的驱邪宝贝，竟然都挡不住了，彻底完了。难道你们注定要死在这里吗？奇怪，这些黑色凶影怎么不攻击我们？他们明明已经冲破了金钱剑的阻拦。当然是因为我啊！你老板，记得给我涨工资哦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，三界内外唯道独尊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我花如此大功夫布下的煞局，竟然被人破了！大人，我查到了，是安家安然带着安家高手在停车场破解了煞局。安家区区一个驱邪家族也敢坏我东营的好事，活得不耐烦了！大人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煞局已破，再布局恐怕来不及了。既然你们想斗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师兄，出来吧。安家
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废物罢了。那便用我2人的血怨沉冤阵，让他们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血怨聚沉冤线，阴煞速魂，万劫不复。血怨沉冤阵，这煞局解了，不仅消解全部阴煞，还破解阵眼，这等手段真是惊为天人。怎么样，老板？我说我能搞定，没骗你吧？这区区煞局对我这个天师来说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蒙的吧？说不定是这煞气自己耗光了。老板，你这就太伤我心了。刚才是谁吓得抱着我胳膊，哭着喊着要我救他的？现在脱险了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？姐，秦风是真厉害，刚才那金光还有抓凶影的样子，简直太帅了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天华山小天师，这点小场面还不够我热身的。就知道你是蒙的，你看这下反而更厉害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血怨沉冤阵，东瀛血冥教。当年在中州斗法，妄图摧毁华国的东瀛血冥教，他们怎么来了？想不到这些败类竟然还活着。秦风，什么中州斗法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血冥教是东瀛专练邪术、豢养凶煞、残害生灵的邪修组织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征服华国。难道这冷家跟东瀛人还有关系？秦风，东瀛这是有备而来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逃离这里吧。逃？那可不是我秦风的风格。今天正好看看这些败类的手段有没有长进。小子，胆敢管我们东瀛的事儿，找死！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便让你成为血怨沉冤阵的养料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，桃木斩煞，是。看来这些年过去，你们的长进不大呀。血冥教的败类，今日竟敢踏足华国，残害生灵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灭了你们！太帅了，简直是无敌！小子，你把我们想得太简单了。是什么情况？小子，你引以为傲的手段对我没有丝毫作用，沦为灰烬吧！徒儿，此疗并非寻常煞蟒，乃是东瀛阴阳道难养的阴阳玄蟒，可在阴阳两界游离，你阳气鼎盛。对这阳形玄蟒而言，非但无法伤其分毫，反而会助其吸纳阳气，愈发凶烈。阴阳两界游离，那如何斩它？想要斩这玄蟒，必须速速补足纯阴之气，以阴克阳，阴阳相济，方可奏效。纯阴之气，师傅，我现在去哪儿弄纯阴之气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徒儿，迪拜王妃喊我喝茶，不说了。喂，师傅，补足纯阴之气，纯阴之物有了。你们是处女吗？死色狼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，这关系到能不能击退这煞蟒，赶紧告诉我。煞蟒，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分明就是我是处女。安小姐，您还真信他呀？我相信他。穆小姐、微微小姐，还请你们也相信。这件事真的万分紧急，快点告诉我。你不是？那就好办了。既然你们3个都是，那我就得借你们点东西用用了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需要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你们的贴身之物，最好是内衣。秦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要这些可以私下说，现在简直太难为求了。你这个臭流氓，无耻至极！你还想着这些龌龊事？不是这样的，女子贴身衣物凝聚了自身阴柔之气，正好能补我所需，对付这血煞巨蟒再合适不过。再说了，我又不碰你们，只是借过来用用，用完就还。不好意思了，3位美女，隔空取物，竟敢用这种手段补足阴气，找死！天地玄足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，八卦阵邪，桃木斩煞。是，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血冥教不会放过你的。 3位美女，不好意思哈，都是为了保命。哼，被你碰过的，我才不要呢，送给你了。那2位美女，我也送给你了，我也是。合着我大杀四方，
最后就得到了3件内衣。不行不行，老板，答应给我涨的工资呢？不是吧？我为公司破了血冥教的绝杀阵，斩了阴阳玄蟒，不给我个总经理当当就算了，竟然让我当保安！我们公司的保安可是又一大把人争着抢着要当，明白吗？好好干，我看好你哦。不就是拿了你一条内衣吗？至于这么报复我？我堂堂仙人，合着就混了个保安。喂，今天我站岗的时候又看到微微那个小扫货了，那屁股一扭一扭的，真勾人。要我说啊，还是穆青城那个小娘们更带劲，那脸漂亮的，要是陪我一晚上，让我死了都值啊！小子，你他妈敢踹门，欠收拾了吧？你们刚刚说了什么？说什么跟你有关系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新来的保安。妈的，一个新来的保安也敢管老子们的事儿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逃！一人抽自己俩嘴巴子。刚才辱骂秦总的事儿，我既往不咎。小子，你挺狂啊！一般，世界第3。老子看你是皮痒了，老子现在就跟你松松皮！你一起上，给我好好收拾这小子！我的手！我抽！我就是口嗨几句，您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你就是这里的队长？对不？以后您就是我们的队长，我们跟您混。当保安1个月多少钱？3000。我欠他3000万，给我3000，这得干1000年。我问你，在公司还有什么其他来钱的道吗？我要快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种，为公司要账，只要能要回一笔，便能提成10%。10%？不错。那你知道谁欠公司的钱最多吗？有一家天龙安保集团，欠公司好几个亿呢。不过那些人都是练家子，手上还有枪，可不好惹。不好惹，没关系，有钱就好了。峰哥，一会儿进去你可要好好说话，这个白老板可不是好惹的。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，人可横了，一言不合就打人，根本就不给你说话的机会。我管他白老板黑老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不给我就揍他丫的。行，我得赶紧回公司告诉穆总，免得这小子被打死。谁是这里管事的？赶紧出来，有正事找他。小子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白老板对吧？我是穆氏集团的保安，奉公司之命来要你们欠我们公司的钱，是不是该结了？哦，问我要钱？你们公司的人没告诉你过来跟我白某人要钱是什么下场吗？老子没空陪你这个小保安浪费时间。你最好把钱结清，否则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门。哟呵，一个臭保安还敢跟老子来横？一个臭保安竟然敢打我，我他妈不弄死你我就不姓白！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，打死了算我的！都给我上！退了他！妈的，用枪！小子，请跪下道歉，否则老子开枪了！就凭你们手里这破铜烂铁，也想伤我，痴心妄想！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给我毙了他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子弹怎么会打不透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天华山小天师秦风，这钱到底给不给？姐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天塌了！刚刚保安队长大哥跟我说，秦风那家伙一个人去天龙安保要账了。去就去呗，怎么微微还怕他吃亏啊？那家伙可是连血冥教的邪修阴阳玄蟒都能打得过，还会怕天龙安保的一群人？可是天龙安保有上千名保镖，而且他们手里都有枪啊！那家伙虽然有手段，但子弹可不长眼睛啊！活该！谁让他闲得去招惹那帮人？姐，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还你钱。马上准备车，我们去看看。姐，你是在担心他？我去给他收尸。这是8个亿的支票，多出来的算是利息。早这么懂事不就行了？麻烦。老板，8000万提成哦。姐，世界上还有秦风办不到的事情吗？
扣去我欠的3000万，老板给我5000万就好。谁说的会有10%的提成？没提成？难道那小子骗我？没骗你，是有提成，但不是10%。那有多少？3000万？哎，也行，无债一身轻。微微给他。三千。再接再厉。这女人可恶啊！老板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大姨妈来了？让开，没空搭理你。微微，什么情况？冷浩联合华国商会狙击我们公司的股市，股民大量抛售，导致公司股票大幅下降，临近崩盘。好了，微微，跟他说那么多有什么用？快走！股市商会，难不成比东瀛血明教还厉害？我得去看看。小八，好好站岗。好嘞，峰哥。走你！穆总，本以为你解决了青城大厦的麻烦，穆氏集团能起死回生，可没想到再这样下去，穆氏就得从商界除名了吧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华先生，商会先是大幅收购穆氏股票，再低价售出，如此损人又不利己，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很简单，因为这穆氏集团，我和华先生势在必得。你们做梦！穆氏再难也不会落在你们手里。穆总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商场如战场，你不行，自然有人能顶上。我看啊，穆氏还是早点易主，免得最后落得个破产清算的下场。我们穆氏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起来，可不是光嘴上说说而已。现在穆氏股票暴跌，资金链即将断裂，我看啊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怎么又是你？上次欠我的钱可还没给我呢。是你？秦风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自然是来帮你的。这是商场，不是战场，你拿什么帮我？赶紧回去，别在这捣乱。冷少，这人是一个懂几分风水手段的保安而已，翻不起什么了。保安，小子，这地方也是你能进来的？冷豪，你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啊！上次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？哼，我承认上次低估了你，但这次的局面可不是你那几分风水术能解决的，是吗？那我可要试试。秦风，你还能操控股市走势？我可是堂堂天华山小天师，世界上有什么事儿能难得倒我呢？不过你能先告诉我，这红红绿绿的代表什么吗？真是个愚蠢的东西，连走势图都看不懂，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！秦风，别在这丢人了，赶紧走！不是，先给我讲讲这个原理，我好操控啊！原理？哼，那我就让你看看原理！继续低价抛售穆氏股票，我要让穆氏降至谷底！小子，看明白了吗？绿就代表不好，那红就代表好，就这么简单。丢人现眼！微微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秦风，我们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但这真不是你能帮上忙的。那我就让它变红好了。变红？红绿之间代表着数不清的资金，是你想变红就变红的？真是个可笑的跳梁小丑。说到底，就是穆氏现在的财运被人吸了而已。我一道财富令，帮穆氏把财运吸回来，不就好了？出去！快出去！老板，你这样真的让我好伤心啊！看来我给你的震惊还不够。服，我倒要看看股市涨跌和风水有什么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你们看好了，今天我就用天华山天师风水术，让穆氏票起死回生。天地玄黄，乾坤定位，风水引气，财星归位，破！
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回笼自尽，继续打压。还在垂死挣扎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天师风水术的威力。你们眼中的红红绿绿，在我眼里不过是气场流转的表象。只要我动一动风水，改一改气场，就能让它天翻地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群自欺欺人的蠢货。老板，搞定，帅吧？是不是得给我点奖励？天哪，还有什么是这家伙不会的？微微，回去以后重新制定合同，给他升职加薪。老板，万岁！峰哥，刚刚公司穆总亲自发话了，你任公司保安队队长，工资待遇按副总标准开放，还算他有良心。哈，您说的是穆总？峰哥，你跟穆总是不是？这都被你小子看出来了。实话告诉你，穆倾城那女人别看外表冷，其实内心火热，一直追我来着，我没答应。追你？你小子不信？我告诉你，不止穆倾城追我，上次来公司的那个安家大小姐知道吧？知道，那可是大人物啊！大人物又怎么了？还不是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，茶饭不思。唉，长得太帅也是一种烦恼。不是，你小子力气怎么变小了？安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清风，你觉得我好看，还是穆倾城好看？安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当然是你，不是他。哎呀，其实你们两个都好看，各有千秋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不过我是真心的。不是吧？又来？清风，你对我爷爷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如此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。不对，祖师爷的静心诀好像不管用啊！清风，只求你在我死后能庇佑安家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死后？你才多大？没什么，我们继续。快说，不然我可就生气了。其实我们安家世代压制着一尊绝世凶煞，这凶煞被先祖布下的阵法封印，而绝世凶煞也布下千年诅咒，诅咒我安家女性活不过25岁。绝世凶煞，诅咒。所以你对我这样，是为了让我帮忙解决这尊凶煞？不，先祖有言，这凶煞非成人能敌，即使你有天师之力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只希望将来有一天安家出现变故，你能护我安家一丝血脉便好。清风，你不要误会，其实我真的不讨厌你，甚至喜欢你，这次是我心甘情愿。比起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而言，我更喜欢长相厮守。长相厮守，可我……反正你记住，等我斩了那个凶煞，我们再来。清风，不能逞能，那个凶煞不是好对付的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他有多么不好对付。什么？凶煞突破第一道阵法了？家主，快挡不住了！挡不住也得挡！一旦凶煞破阵而出，江州就完了！家主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啊！放他出去吧，最起码我们安家能得以保存。不行，别忘了，镇守凶煞本就是我安家的职责。可这么多年，我们安家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唯死而止？安家上下随我护阵。列位先祖，安海无能，终究是没守住这阵法。重塑阵法。是哪位高人相救？是我。是您？爷爷，你怎么样？还行，死不了。高人，还请您帮我们加强阵法。加强阵法没这个必要吧？高人您，与其加强阵法，不如彻底斩了他。高人不可，此乃东瀛日照大神转世形成的凶煞，不可力敌。清风，你还是帮爷爷他们加强阵法吧。哎，你们真是麻烦。击碎阵法，高人，你走后退，看本天师今日如何斩这凶煞！天地玄虚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，镇阴邪，清晦煞，破鬼决定阴阳。想不到高人手段竟然如此强悍，小天使竟敢直面本神！今日我要将你们全部化为我的养料！养料？
你还不够资格。孽障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不可能，不过是个天师，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诛了你这凶煞。我早已不死不灭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是吗？你的血，低调，低调。东瀛血冥教，是你们？小子，今天我们就新仇旧恨跟你一起算！不好，是血气，绝世凶煞，一遇血气，实力便会100倍增长。高人，小心！这绝世凶煞，可是我们东瀛血冥教特意培养的，就是为了今日华国的陨灭，就从此刻开始了。顶峰，我们帮你。卑贱的华国人，臣服我者死！你们做梦！秦风动用血脉之力，哼，我倒想看看你能坚持多久。阴阳相济，天地回一，天师之力镇煞诛邪。既然强大到如此地步，我们还真是小瞧了你。都出来吧！不好，是东瀛血冥教的大部队，他们竟然来了这么多人，看来是早有预谋。东瀛血冥教竟然倾巢而出，看来还真是亡我华国之心不死啊！秦风，怎么办？高人，要不我们还是先撤，再从长计议吧。撤？若我们撤，江州百姓怎么办？不错，这些人都是东瀛血冥教的精锐，凭他们的力量，怕是1天就能毁了江州。不是一个，是天战。天地玄黄乾坤剑，天师镇邪，万煞溃散。上阵！还在垂死挣扎，不要留手！这就是命，命，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什么？犯我华国者，天诛地灭！东瀛血冥教主降临！你就是天华山天师一脉，不过如此。秦风，跪下，饶你不死！做你奶奶的青天白日梦！小鬼子，拿命了！带着你无用的骨气去地狱无能狂怒吧！谁说我天师一脉不过如此？血冥教主欺负小辈算什么本事？来，老夫陪你过2招。云朗，想不到你还活着！你都没死，
老夫又怎么能死呢？你老了，老夫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。就这，血域万劫锁。3、天师降龙。还打吗？琳琅，本教主记下了。师傅，为什么放他们走？傻小子，血冥教主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？若是逼他穷途必现，怕是江州生灵都要遭难啊！徒儿，还记得为师当初下山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师傅，您当初说就告诉我修为更上一层楼的办法，现在是时候了。你乃先天，而想要修为突破，最好的办法便是与一名……你说什么？那谁是身负异女子？穆家世代女子皆身负异。穆倾城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个疑问，这东瀛人为什么会对青城大厦执念如此之深？不仅安排冷家为非作歹，这次更是倾巢而出。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我华国龙脉。华国龙脉在哪儿？就在青城大厦的地下。青城大厦？什么？青城大厦是龙脉入口？混沌初开，天地有灵。华国龙脉自昆仑发端，蜿蜒万里，汇聚于江州。1000年之前，我天师府祖师爷为护龙脉，以大神通将入口封印，并在其上建造镇龙楼。历经朝代更迭，那楼几经改建，便是今日的青城大厦。而穆家女子的血脉，便是打开龙脉封印的钥匙。所以，师傅你让我下山接近穆倾城，都是为了这个？这确实是一个原因，但还有一个原因你也知道，我天华山也确实是穷啊。徒儿，你可知龙脉被毁是什么后果？一旦龙脉被破，华国1000年灵气将瞬间枯竭，万物凋零，生灵涂炭，华国修士修为将会大幅变弱，而东瀛血冥教便可趁虚而入，一举吞并我华国。他们休想！所以，穆倾城就交给你了，徒儿。记得刚刚为师说的。我们安家上下也愿拼尽全力护穆小姐周全。你们安家世代镇守凶煞，不错，没有丢你们安家先祖的脸。安家长老为了华国苍生，万死不辞。徒儿，考验我们天华山的时候到了，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天华山的使命，守护天下苍生。想不到这女人竟然是阴霾之体，难怪对男人脾气那么暴。我要是真跟她发生点什么，这后果……你跑哪儿去了？竟然无故旷工！我可不是旷工，我是去拯救苍生去了。拯救苍生？清风，我知道你有几分本事，但再有本事也要服从公司的规章制度。别忘了，我可是你的债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下不为例。好了，你出去吧，我要开始工作了。不行，东瀛血冥教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得贴身保护他。老板，为了更好的履行我的职责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贴身保护你。你又安的什么心？秦风，我可警告你，别以为你帮了我几次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老板，随你怎么误会，但是我真的不能离开你。你，既然你非要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哇，有钱人的世界让人想象不到啊！以后我就住这里。废话，你是我的贴身保镖，不住这里住哪里？那我的房间呢？房间？保镖要什么房间？
再说，你不是要贴身保护我吗？进来吧。进去卧室？当然。我要休息了。另外提醒你，那些杀手最喜欢晚上活动，你最好警醒一点。四大神将，今晚就交给你们了。穆倾城，上次让你侥幸逃过一命，今晚一定要你的命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么软的床，我还没体验过呢。嘿嘿，傻小子，为师助你们一臂之力。臭流氓！谁让你上床的？我靠！我突破了！师傅果然没骗我！我要杀了你！那个，对了，我昨晚可是抓了一个杀手，能不能看在这个份上不打脸？你骗鬼！杀手？我看你是在梦中抓的吧？秦总，今天早上我们在别墅外发现了一名杀手的尸体，死状很凄惨。怎么样？我没骗你们。那你也不能对我，还不赶紧滚出去！你也要进来？不是你昨天说不能超过1米吗？再说我们都……秦总，需要地址吗？闭嘴！这女人真凶狠。安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秦风，不好了！东瀛血冥教散布消息，大批东瀛术士正在围攻天华山，老天师情况不妙。什么？既然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？楚林郎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哈哈哈！你们的那个什么阎王真是糊涂了，就派了你们这几个货来。这就不劳你这个老东西操心了。布阵！说吧，派你们前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快得手了！师傅，我们来帮您了。全搞定了。那个穆家丫头呢？在公司啊。不好，中了调虎离山计了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龙脉被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龙脉毁了，我东瀛霸业忠诚。哈哈，东瀛杂碎，找死！他们提前服用了剧毒，徒儿，我们中计了呀！怕是那丫头也凶多吉少。老板，龙脉被毁，华国武者根基受损。恭喜血冥教主霸业忠诚！传令，东瀛所有术士
聚集边境，全面进犯华国。是。冷少，这俩女人怎么处理？龙脉已毁，他们再也没用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！撤！秦风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秦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对你这青城大厦虎视眈眈吗？就是因为青城大厦所在位置便是华国龙脉入口之处，而你便是打开龙脉的钥匙。师傅，龙脉还有修复的办法吗？有，传说在极西之地昆仑山之巅，仙人为守护天下苍生设下2关。第一关探天索道，探天索道，此关乃一条悬于万丈深渊之上的铁索，长于1000丈，下临无界深渊，罡风如刀，阴煞侵体。最可怕的是，索道之上不可动用任何法力，只能凭肉身之力攀援而过，稍有失足便粉身碎骨，神魂俱灭。不可动用法力，不错。800年来，无数华国修士为了破东瀛的诅咒闯关，70%以上都葬身于此关，能过的已是凤毛麟角。第2关昆仑神钟，破了索道便见昆仑神钟，此钟乃盘古开天时遗物，高于100丈，重若万钧。欲过此关，需以纯阳之气、天师之血、圣灵之体3者合一，方能扣降。扣降？有那么难？800年来，大多数人尝试一声未响便被反噬震得经脉寸断。此关拼的不是法力，而是意志与命数。记住，一响灵力归位，3响便可重塑龙脉。师傅，那钟一共有几响？传说共有9响，但那只是虚无缥缈的传说。记住，你要力争扣响1声，如此一来，龙脉便可慢慢复苏。所以，索道靠肉身，神钟靠意志。正是。徒儿，过这2关9死1生。你若现在回头，师傅放心，我秦风定要引灵气归位，修复龙脉。好，那为师就去边境会会那帮东瀛宵小。徒儿，你只管去闯你的关，2关不过，为师不退。秦风，我们陪你一起去，还有我也去。龙脉已毁，华国修士根基尽失，此刻他们修为暴跌，如同待宰羔羊，这正是杀他们的最好时机。教主英明，华国修士如今已是风中残烛，不堪一击。启禀教主，探子来报，那个天师秦风并未留在江州，而是前往昆仑山了。昆仑山？他去那里做什么？据说昆仑山之巅有仙人设下的2关，探天索道、昆仑神钟。若能连过2关，便可引天地灵气归位，修复龙脉。过2关，修复龙脉，哈哈哈！800年来，无数人都闯不过的绝地，就凭他一个毛头小子，那昆仑神钟，连教主都不敢触碰，他秦风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去扣那神钟？自不量力，怕是第1关探天索道就要了他的小命。不要轻敌。那小子能在我们的诅咒下突破天师，不简单。教主的意思是，本教主做事从不留后路，他要去过3关，那便让他过不成。教主是想……冷豪呢？属下在。冷豪，你和血明、血眼3人即刻前往昆仑山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要阻止秦风过3关。属下遵命。教主放心，那秦风活不过昆仑山。其余人，随本教准继续南下，踏平华国大门。本教主要让他们再无翻身之日。是。这就是昆仑山了。这童子不简单，我看不透的。哪位是过关之人？我。既然是为过关而来，那就请了。剩余人可随我在山顶等待。秦风，
第一关无法动用法力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等你过了关，你什么？我给你免除债务。我还以为你要……住口！色狼！我在上面等你。我还真是羡慕你的桃花运呢。冷豪，你这种狗汉奸，还敢来这儿送死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汉奸？不，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来的正好，今天正好跟你们来个了断。秦风，你待会儿还要挑战过关，现在不是跟他们动手的时候。那我就先饶你们一条狗命。无关之人随我上山。秦修士，我们在上方等你，切记第一关不可使用法术。依我看，我们直接开始后面的关卡吧，他们上不来的。稍安勿躁。快看！想不到他竟然还有这等实力，不动用法力都可以如此平稳。放心吧，他不能动用法，现在正是灭他的最好时机。可以操控心智的血色玄虫，哼，等着看好戏吧。这是玄虫已经入体，而这个噬魂骨恰巧可以唤醒血煞。血煞侵蚀的滋味犹如万蚁噬心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不能平安无事。去死吧！他们有阴招！卑鄙无耻的东西，你们竟然用阴招！我灭了你！哈哈哈哈！长白山不能使用法力，你确定你能灭了我？不错，长白山不能使用法力，违者天诛地灭。可是你看不到他也用了手段吗？一切全凭天意吧。秦风，加油！你可以的，你可是天下第2天师，无敌的天师啊！我答应过师父，一定要踏过关卡，补足龙脉。秦风，好样的！卑鄙！就是卑鄙了。你能奈我何？秦风，你真的就要止步于此了吗？秦风，秦风，你若死了，我就算劈着天诛地灭，也要跟这些混蛋同归于尽。没有了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快看！他竟然靠着意志力逼出了血煞，这算不算使用法力啊？这位先生是以肉身之力逼出来的，当然不算。这2关，定是我华国先祖留给后人的天大机缘。仅过了第1关，我便再次突破，当真玄妙不凡。第1关已过，现在开始第2关，几位进去吧。2位大人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教主已经告诉我，守护昆仑神中的3个人早已暗中投靠东瀛，此次定让他死在这第2关。这几位是新来的闯关者，接下来有劳3位了。参见3位护中的昆仑神钟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昆仑神钟，乃是天降陨石所化，传说共有9响，能敲响1声者已是天赋绝顶，敲响3声者即为天眷之人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。这中蕴含巨大能量，这能量仿佛能卧虎藏龙。这昆仑神钟，这钟不简单呢。你们2个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窃窃私语什么？你是在对我说话。放肆！你既然如此无礼，给我跪下！不错，
快向3位护中人跪下！本以为这昆仑山乃是人杰地灵的世外之地，却没想到竟然也会有你们这种人存在。放肆！秦风，你既然如此不敬3位护中人，你真是该死！你们还真是一帮蛇鼠一窝的渣子！你当真不跪？我跪，怕你们承受不起。在这世上，我一拜天地，二拜师尊，除此之外，无人当得我一拜。大胆狂徒！3位护中者乃是仙人之后，天师之上，何人的礼受不得？那好，我最后问一次，我敢跪，3位真敢受吗？笑话！蝼蚁一拜，我有何受不得？好，一拜，愿3位仙福永享，寿比南山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巧合，一定是巧合！我就说你们受不了我一拜，怪不得我。放肆！一个蝼蚁，岂能影响上天？我从未见过如此狂悖犯上之徒！我就说你们受不了我一拜，怪不得我。那好，那我就继续拜了。这3人还真是不知死活，就凭他们也能担得起轩辕镜不会拜。好，2拜，祝3位功德圆满，鸿福齐天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的是因为这个废物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影响上天？不要被他迷惑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天劫！天劫！此乃天劫！天劫要降临了！是谁惹恼了上天，降下如此劫难？3位，我要跪下去了。这一跪，恭祝3位青云直上，白日升仙。别跪了，别跪了！是你们受不起，可不是我不跪。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此举引起了祖师不满？祖师特意在点拨我们。祖师法力滔天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谁有如此大的能力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们还是先进行考核吧。待到考核完毕，我们再去找祖师恕罪。算你今天走运，第2关昆仑神钟叩响即为过关。开始吧。护中人，不知我可否一叩？当然可以。这是我华国圣地，怎么能让东瀛人叩？放肆！是在质疑我们吗？这钟颇为不简单，他叩不响。我说了，他叩不响。血冥教主配刀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灵力反馈，这钟当真玄妙不凡。东瀛人竟然叩响了昆仑神钟，难道老天真的要灭掉我华国根基吗？华国再无翻身可能了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！你做梦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东瀛人才是这方世界的主宰。小子，该你了。老天保佑，一定要保佑秦风安然无恙。敲响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快看，龙脉正在复苏。怎么？他竟然敲响了第2声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算他过关，算他过关了。秦风，我们过关了，快下来吧。我觉得还不够，
要敲就敲个痛快。哼，我们本来看你是个可塑之才，不忍看你丧失性命，这才劝你收手。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识好歹！既然他不识好歹，那三位也就不要阻拦了。我倒要看看他的极限在哪里。三生，这可是当年先祖所创的记录啊！这小子何德何能，竟然能追平先祖的记录？这难不成他真是什么天眷之人？不可能，三位可不要被他蒙蔽啊！依我看，会不会是这钟出了什么问题啊？钟没问题。这位小友，你能叩响三声，也应当不是什么小人物。莫不如你们一起过关如何？是啊，依小友叩响三声剧中之能，这天下无论在哪里，尽皆会有小友一席之地啊！第二关已过，龙脉也已复苏，小友适可而止吧。不是说此钟一共能叩响9声吗？这才3声，没必要那么急吧？休要胡言，9声乃是传说，根本无从考证。依我看，这3声便是极限了，再强行敲钟，必定灰飞烟灭。小友，你快下来吧，不要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既然被我撞到，那我便要一探究竟，我倒要看看这背后究竟蕴藏着什么。希望你能一直保持住你的不知死活。清风，小心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能叩响昆仑神钟5声，闻所未闻，闻所未闻呐！我的身份，你们只要记住，吾有万丈道行，你们是萤火而已。在我面前，一切的魑魅魍魉都是形同虚设。六响了！难道他就是仙人转世？我刚开始竟然还小瞧他，真是差点得罪真龙呢！仅凭肉身便可叩响昆仑神钟6声，我无法想象他的权力该是多么的恐怖。第7声了，第7声了！没想到我此生能够看到昆仑神钟7响，真是死而无憾啊！你们快看，天谴将至啊！小友不可再叩了。若有天谴，那便朝我一人来吧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天怒之言，天怒之言啊！事情已经超出了能力范畴。童子，你这可是天怒啊，比上次的天谴更加来势凶猛啊！一切皆是他命数吧。天劫来了，此劫难挡，那怎么办？从此以后，华国便是天下第一修行圣地。秋香，他到底是人还是神？九响，我华国终是可以扬眉吐气了！不，我筹谋100年，倾尽举国之力，怎能功亏一篑？秦风，本教主要与你做个了断。老天师，小天师那边会不会有危险？放心吧，从此刻起，这天下再也无人能奈何得了那小子。9响已成，秦风已非凡人。哦，你还敢来送死？龙脉修复，华国灵气复苏，本王100年大计毁于一旦。秦风叩响9响，已成气候，不如我们暂避锋芒。暂避锋芒？本皇筹谋100年，岂能退缩？今天，本教主要用所有人的命换本皇的胜利。教主，难道要以全东阳修士为祭，以1000年血煞为引，血祭魔神降临。
对你忠心耿耿。秦风，本皇要以全东瀛修士的性命为代价，将你碎尸万段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他把全东瀛修士都献祭了。秦风，本皇要以你的血祭奠我东瀛千万亡魂，受死吧！为了杀我，你把你的子民都献祭了，你这样的人也配称皇？本座献祭了无数修士，力量已超越凡尘，你怎么可能？你献祭的是生命，而我守护的也是生命。你以为力量是靠数量堆砌的？错了，力量是靠信念。天地玄玄，万气本根，天师镇邪，万煞退散。天师秦风久享经世，斩邪卫道，功德无量。从今往后，华国修行圣地，永世昌隆。好徒儿，你长大了，未来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。这是上次在迪拜认识的，你师傅我魅力不减当年呐。这是你师娘，迪拜石油大亨的遗孀，身家1000亿。师傅，您老这是傍上富婆了？什么傍富婆？这叫黄昏恋，懂不懂？琳琅，这就是你常说的那个不成器的徒弟。对，就是这小子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死皮赖脸的给人当保安呢。师傅，您能不能在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？行了行了，不跟你废话了。徒儿，我们准备环球旅行去了，第一站马尔代夫。师傅，那我呢？记住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所以，徒儿，任重而道远呐。师傅，您什么时候回来？等你把债还完，为师就回来。走了。老板，还记得吗？您当时亲口说的，我过关后3000万债务一笔勾销。不记得了。微微，你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姐，你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安然，你当时也在场，你帮我作证啊！作证可以啊，不过我现在已经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了，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说，我建议穆总，这债不能消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成第2大股东了？倾城妹妹觉得我人美心善，就把30%的股份转让给我了。现在我们可是你的主人哦。秦风，上前伺候。